另外，要来关心的是，这学校呢营养午餐食免钱，大家是讨论甲食力。也毋过，时代力量是指出讲，目前各县市这营养午餐的步频来讲，拢是定伫50-60块左右。那准互学生囡仔食免钱，安尼利润压了低，恐惊是无通好保障这食食的品质。也那基进党呢，伊嘛来指出讲，目前这学校卫生法已经无符合着少囝化的需求，所以要求政府得爱检视法规。各界针对学校营养午餐的议题，也阁继续讨论。真侪县市嘛拢对地宣布营养午餐免费，即阵像新北市、嘉义县、嘉义市和屏东县市的所在也是自费。像时代力量、基进党等等的小党10日召开记者会，不满台北市长蒋万安这款带头赢钱的政策，因指出目前营养午餐的定价像台北80块，高雄分林才50块。时代力量这个俗价恐惊无通保证囡仔食到健康有品质。营养午餐的费用大约是50到60块左右，而这不是食材本身的费用而已，还包括营运、包括烹煮、包括营运的成本等等，人力的成本等等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的是，孩子们吃到的东西到底够不够营养，到底够不够安心？我想大家心里会打上非常大的问号。立党是指出，目前有实行营养午餐免费的县市，就已经有品质和菜单无够多元的问题，要求地方甲资源留予有机食材食农教育的补助。那基进党也指出，目前学校卫生法规定40班以上才通请营养师，不过今麦少囝化严重，这个数字不合现实，嘛要求教育部和地方政府重新来检讨法规。免费营养午餐的县市，看到了很多的警讯，像是他们的水果、优酪乳越来越少。加工食品越来越多，重油重咸的烹饪方式更常出现，菜色越来越单调，甚至菜里有异物的状况也越来越常发生。40班以上才有办法聘任一名营养师，但全台目前超过37班的国小只有1:7，40班这种数字其实早已不敷使用。难道我们要继续守着这样子的数字不变吗？时代力量嘛，搁再呼吁立法院赶紧通过学校供餐法，互定价机制通入法，互营养午餐的定价会当照物价寻求调整，避免团线厂商为着利润降低实在顶级。各党嘛呼吁健康第一，也着顾菜色，避免自行浪费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